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来参加到板桥音乐公园地下停车场完工启用的典礼。侯友宜除了专心市政，嘛公开来声援着一团门的创办人黎智英，希望伊一切平安。这就互外界真好奇咯。侯友宜是毋是咧准备2024年要选总统咧？侯友宜来回应讲，这自由人权甲新闻的自由，永远拢是上重要的价值。大家顶个囡仔兄唱歌唱甲这尔好听，大家卡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听甲真欢喜。伊今日甲明代出席来剪彩，这位是进前是大同水上乐园的板桥音乐公园，今日正式开幕，而且公园下骹阁有得到中央补助地下停车场，完了正式启用。这一块土地连续大同水上乐园，给大家带来安居乐业的舒适好生活。这是建设完了需要经费，自明年元旦开始，新北市就要开始征收污水下水道的使用费，平均一户每一个月都要加缴100至150块，一年算算会当为市政府增加11个税收。6都里面剩下新北市没有收费，希望民众能够在利能还有节约的方面上省。这里面我们也能够齐头并进。市政爱关心国际嘛爱关注。侯友宜市长伫苹果日报公开声援被逮捕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希望伊一切拢平安。捍卫民主、人权、新闻自由，这些都是普世价值。不过侯友宜特别澄清，声援黎智英甲后一届总统大选并无关系，伊即马只想要将市政的工作做好而已。